台中捷运早暗7点外，有一个查甫人雄雄伫咧车厢内底举枪出来，引起众人的惊吓。加载是无对任何人造成伤害。一个查甫人佮搬车坐去到乌日站，才互警方抓起来。伫伊的身躯顶有超出假枪、刀啊一寡物件。一个查甫人讲是因为创业失败，压力大才会安尼做。警方依照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来甲伊送办。捷运的车门一个拍开，民众随走出来月台，阁有人一直回头看。有一个穿乌衫、头戴安全帽的查甫人，豆豆行出来，就是因为伊伫车厢内底甲假枪摕出来耍，引起民众惊吓。来，包包给我，你不要动，包包给我，东西都放下，东西放下来。警察接到通报了后，伫乌日站外口，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。伫伊身躯顶抄着一支枪，阁有米钢刀、甲夹刀这款危险的物件。而到暗时7点外，35岁姓叶的查甫人伫捷运市政府这站就车，坐到一半就甲假枪摕出来。捷运停伫丰乐公园这站，这个查甫人就搁搬另外一班车坐去乌日，去互警察逮捕。因个人身心因素，以此发泄希望引起他人注意。经调阅监视器后，发现叶贤在捷运车厢上把玩玩具枪。这个查甫人甲警察讲，伊创业失败，压力大。虽然无造成任何人的伤亡，不过嘛引起袂少民众惊吓，甚至嘛有人试紧急停车的开关。有袂少民众表示，拄到这款代志，除了会赶紧甲站务人员通报，第一时间嘛会赶紧想办法避免冲突。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已经有人发现，或者让他触怒了他，或者尖叫这样。确定每个人都冷静下来的时候，我很想跟这个拿这个玩具枪的人讲话，他需要帮助。台中捷运表示，除了加强平常时演练，嘛会增加车厢警察巡逻，呼吁民众看到奇奇怪怪的人，拢会当通报。那警察嘛以刑法恐吓危害公众安全罪嫌，甲这个查甫人以现行犯逮捕送办。记者林建生、彭焕群台中报道。